歡迎再返嚟我哋基督化管理教室，已經係進到嚟呢個系列嘅第3集。我係你哋嘅系列嘅老師 Anissa。第3集個題目係核心價值同埋原則，以神為本，唯一嘅磐石。我哋要確立咗一個好重要嘅管理嘅靈魂，就係以神為本，英文係 God-centeredness。喺前2集我講解咗上帝仍在管理呢個根基內容特質。聖經有第一手嘅資料，管理係上帝祝福賜嚟嘅禮物。有咗呢個根基咧，係唔足夠嘅，要進一步咧係知道根基個核心中心點係啲咩嘢，設計嘅原意同存在嘅意義。呢一個係基督化管理嘅地基。我哋唔能夠將聖經嘅教導作為一個附加參考，而必須咧係對呢一個唯一整合一切嘅核心價值要拿得比較穩健一啲。呢一個核心係無價嘅，就好似我哋今天呢個題目提到，我哋嘅以神為本 God-centeredness 都係無價。以神為本咧，我會交替使用一啲嘅字眼嘅，以上帝為中心啦，以上帝為首啦，以基督嘅心為心等等，其實係相同嘅意思。以神為本明顯突出咗係同呢一個以實用為主、以客為本、以人為本、以我為先咧，係相對嘅唔相同，甚至係相反。要清楚基督化管理，要確立呢一個核心價值，我哋咧先能夠分辨要走嘅方向，唔喺一個死胡同裏邊咧打圈。呢個核心價值同時係擔任咗重要嘅支柱，就係管理嘅觀念同過程咧係有真實嘅獨一主權，以神為本嘅管理為第一個嘅原則。首先我哋睇下核心價值呢個源頭。第一，上帝仍在管理係指以神為本嘅唯一核心價值，冇得討價還價或者有替換嘅。以神代表咗我哋基督教信徒信仰上帝嘅三位一體嘅嗰個位格嘅屬性，設定為所有管理行為嘅核心嘅地位。第二，呢個核心價值咧，唔係我憑空想出嚟，或者人憑空想出嚟。喺創世記嘅第1章、第2章嘅源頭記錄，上帝安排咗光體嚟管晝夜咧，並賦予人類管理全地嘅責任。上帝就係嗰個主權，係嗰個權力嘅源頭咯，開始管理理念嗰個基礎啦。第三，以神為本呢，既係核心價值，就延伸出4個其他嘅原則，包括咗係以神為本、受託職分、屬靈恩賜、屬靈生命，作為呢個穩固扎根嘅支柱。而第4，要強調以神為本，絕對唔係將佢成為一個花瓶式嘅原則，亦都唔係只係掛喺床上邊覺得好睇，必須係我哋嘅內在價值觀嘅真實表達，去認定同埋實踐，代表咗我哋接受上帝嘅主權，並且係讓上帝管理我哋呢個挑戰。近代一個疑惑，我哋未有呢個核心價值確立咧，我哋係採用緊近代嘅管理習慣。呢啲嘅理論咧，個本質上邊係以人為本，但係我哋遠離基督信仰嗰個本質，裏邊係好多近代管理教科書將管理定義係透過別人嘅工作完成。呢個定義嘅危險咧，係在於容易迎合咗人性嗰個罪性，引誘賦予管理者嗰個操控、控制或者利用下屬呢啲嘅權力。呢啲嘅管理嘅核心目的係成功，係為咗目標，以致忽略咗上帝同埋佢嘅榮耀。另外，近代嘅管理哲學咧，係傾向於以實用為主 （primarily practical）， 或者係以任務為本 （task-oriented）。呢種嘅試探係會變成陷阱嘅，只睇到嗰個結果，用手段，以及咧可以係為咗成功而妥協。重視經驗，相信自己嘅聰明同埋專業，忽略咗上帝嘅指引同埋更高嘅智慧。以人為本
為中心嚟處理侍奉，最容易係將侍奉嘅焦點咧係轉到人嘅身上。例如我哋講緊未得之民或者係已得之民，睇重咗個渠道同埋核心個節目 program 或者係服務個形式或者事工嘅模式個 ministry works， 效益同埋個效率係目標。久而久之咧，做上帝事嘅人咧就冇咗上帝嘅核心啦，就踢開咗上帝啦。上帝嘅國度係禾場，另一個名稱我係稱之為基場，全名係基督教教會同機構宣教嗰個場景，英文係 church place， 或者我哋講緊禾場係 mission field， 強調與信仰上帝、信徒生命見證同達成呢個宣教等等。而近代強調嘅咧係信徒嘅工作嘅職場 marketplace。表裏一致喺個工作度見證上帝係好事嘅，呢個就係職場想講到嘅嘢。兩者之間會睇效率啦、目標啦、收益嘅成效啦，其實係有天淵之別。裏邊仲有其他嘅嘢，包括文化、日常嘅運作同埋存在嘅目的，其實都係唔相同。將職場強行變為機場，實在係有問題，無視咗機場禾場個特色，用咗喺職場呢一個嘅管理咧，亦都係行唔通嘅。基督徒日常遊走兩個層面，有機會出現咗呢個精神分裂，但係咧又離唔開呢啲嘅交戰。作為信徒，我哋要先處理以神為本呢個基本管理嘅理念同意義。日後有機會嘅話，我哋再細緻去討論面對職場習慣技巧同個知識，同呢個機場本質嗰個嘅根本。好啦，睇返聖經講解建立磐石呢個根基，以神為本係我哋嘅磐石，我哋喺內在咧就會發生根本性嘅轉變。使徒保羅俾羅馬信徒教導咧，就係呢一份內在嘅變革方法同埋嗰個動力。咁所以喺呢個系列，你會成日會聽到我引用呢段經文，羅馬書嘅12章1至到2節，保羅嘅勸勉嚟嘅經文係話：所以弟兄們，我以上帝嘅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係聖潔，是上帝所喜悅的。你們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。咁接着咧第2節，不要效法這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。內在嘅改變係關鍵嚟嘅，將以人為本轉向翻以神為本，唔係由外在嘅行為去操練然之後模仿，而係內心嘅核心價值嗰個反省、經驗順服同脫離舊我嗰個習慣，發現咗受咩嘅影響，懂得上帝嘅測驗標準，認識同接受何為上帝嘅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嘅旨意。管理理念嗰個轉向咧，必須係喺內在對核心價值嗰個改變。只有咁樣，管理所帶嚟嘅言語、行為等等咧，只能夠理所當然成為呢個活祭，唔係不斷咁樣可有可無嘅掙扎，或者係感到徒勞。所以以神為本，將上帝放喺眼裏，整合管理同侍奉關係，完成佢嘅吩咐。聖經有另外一個例子，基督虛己嘅反向嘅鏡像。我哋再嚟睇下以神為本最終嘅標準，就係基督完美嗰個榜樣。腓立比書嘅2章5至11節，你們當以基督嘅心為心。喺呢一個嘅系列，你經常都會聽到我用呢一段嘅經文。反向嚟睇呢個經文係點樣嘅咧？其實係意思係揭示咗遠離以神為本咧，你就會出現咗乜嘢咧？意志不同，冇愛心相同，多樣嘅心思同想法，冇上帝嘅喜樂得以滿足。以神為本要求我哋唔堅持自己與上帝同等，虛己取奴僕嘅形象，將榮耀歸於上帝。若沒有呢啲嘅話咧，管理工作就會充滿咗競爭、自義，只會破壞侍奉嘅整全目標。睇睇耶穌施行呢一個吃飽5000人，
嘅門徒起初咧係有不同嘅心思，聽從基督之後咧，佢哋就虛己，放下自己，採用上耶穌基督相同嘅心思同目的。今集嘅小總結，以神為本係唯一嘅核心價值，嚟自創世記第一、第二章，係第一個嘅原則，確立自己接受呢個支柱，我哋會心意更新，與近代各種嘅主義形成出一個對比，同直接面對所帶嚟嘅試探同引誘。我絕對尊重上帝所創造嘅人，但係咧需要一個更大穩固嘅核心價值同埋理念磐石，呢個就係以神為本，能夠表達上帝嘅主權。三個挑戰嘅問題又送俾大家。第一，喺追求教會增長或者事工嘅果效嘅時候，點樣去分辨我哋係喺上帝嘅榮耀裏邊，會唔會滑向咗以實用為主嘅陷阱呢？例如，當我哋使用行銷技巧或者教義妥協去吸引新嘅會友，呢一個係榮耀上帝嗎？人追求安全感同成功感，是否容易取代上帝嘅首位呢？第二個嘅問題，我哋日常會應用嘅，喺日常生活需要放下邊啲嘅習慣，例如爭論時候自己嘅高傲嘅眼，或者撒謊嘅舌，或者係同理嘅技巧，由以我為先，轉以上帝為首。第三條問題係個人反思，喺侍奉同職場裏邊，將技巧同知識視為侍奉基本嘅要求，忽略咗以神為本嗰個嘅管理同意義。可以對照腓立比書嘅2章5至8節，挑戰自己嘅權力。列出一啲你覺得比較難虛己或者唔堅持嘅點子出嚟。下集咧，我會探討第二個以神為本嘅管理原則，受託職分。歡迎留言俾我講下心得，一齊嘅討論。